大家好，今天我想来大家说几句话。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占领我们的祖国东突厥斯坦起，他们试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摧毁我们的宗教、语言和文化。虽然自由以来，他们这向我们宗教的攻击很明显，但是几年以来，针对我们语言和文化的袭击和恶意也慢慢浮出水面了，并且日益加强。当今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突厥人，正面临着社区涉及的宗教、语言和文化的危险。在目前的形势下，生活在自由世界的每一位人，最大的责任是给自己起一个号召：珍爱宗教、语言和文化。从我做起，从我身边做起。